头锁等来台湾来看这个上新的疫情。今仔日本土病例是零确诊，嘛无死亡的个案。也毋过境外散入也是有39例，其中有10例是落地采检阳性，为越南入境的病例上介多。另外，明仔载开始开放第27期的疫苗注文预约，只要满18岁以上的民众，拢会当来预约注第3剂。明仔早起的10点开始来注文，后礼拜一开始来注射。后来台湾的疫情稳定，民众拢期待旅游相关的规定会当早日来放令。旅游业者更加是忙来建议，希望3月开放到商务客来台湾，5月开放到入境旅游，7月让民众会当出国去游览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暝参加活动的时阵讲，目前这个入境的检疫是10天，缩落来向庆53类规划，也就是把这个检疫缩短到7天。5天、3天到免检疫，讲这个疫情伫1个月内，这个若无特别的变化，就会把这个检疫期为10天缩短到7天。也毋过，陈时中嘛讲，若要开放这个入境的旅游，5月恐惊也是上早。甲大家敬酒小酒梦，台湾爱疫情稳定，过来防疫措施放零，这一路行过来确实无简单。总是面对边境，后个月检疫的时间到底敢会减到7天？5月敢有可能开放外国游客？所有问题，敢会当等陈时中报告。旅行业者希望有3月、5月、7月这样的一个时程。那我说时程很难用时间来定，好，但是我们确实有753的计划，就把检疫时间缩短。那怎么样跟着相关旅行业者，怎么样来讨论未来的泡泡怎么样来做？检疫的时间敢会变短，关系到旅游业者的生理。旅游业者经2年，资本希望3月开放商务客，5月开放入境游客，7月开放出国游客。不过疫情歹控制，只有伊中心有机会当缩短检疫的时间。旅游业者讲，这生理歹做，不过上少大家拢有共识。对于入境跟出境的业者来说，目前单纯只有维持国内的量能，其实还是不太够的。它的未来的政策方向，其实有慢慢的朝向我们业者所期待的这个，就是减少隔离的天数，那进而的逐步去做到开放。专家知影检疫的时间大大变少，可能在热天旅游大月，较有机会会当和国际相连。在夏天的时候就要逐渐走向跟别的国家要完全解封，当然也不排除说这段时间可能还会遭到别的挫折，比方说有新的变异株出来，如果我们不及早接受到挫折的话，那未来它的那个松绑会越来越困难。加上医疗效伫咧做，即马3月打过一个观察期，疫情赶快稳定，就看3月底敢会阁行起来，台湾就有机会会当继续行后一步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